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！今日大家来研究客家诗言白话语文并研究第3篇，主题就是牛为财时，鸟为了食对吗？这个戏剧篇，同时一个戏文的这里插有10首歌曲，提供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对了解客家好咯国语一个歌曲的不同的素材，同时希望大家多听一个录音，能够增加大家的谈嘅一个语言谈嘅一个程度、发度、正确度，以及写客家白话文、读客家白话文嘅能力与功力啦，一下就来开始讲今本一个主题，人为财时，鸟为了食对吗？一个故事一个发生一个以前有一个好业嘅大员外，家中请几多长工，也就系董事乡亲所讲嘅长业，田地又相当多，一个标本那个电农去工作，一年又多诶，数神的时节啦，员外走顺头，该做就放松，吩咐两个家庭，准备要去数租金钱。员外就讲阿娇阿娇就讲员外，按照有乜嘅吩咐係嘛？员外就講喊阿廖啦，一個員外有時愛交代有時愛交代，阿嬌就講做面阿廖員外有時喊唔起話，阿廖就講就是咧，參見員外，員外就講阿嬌唔去準備糧食，阿廖唔去準備阮咧衫褲同愛儲嘅口誒，所以阿嬌呢就講。他甲答應講，好，員外，現在阿廖就插話講準備一條東西，係唔係愛出嗰樣嘅地方員外講，現下6月咧，人家該無舒適嘅時間，明年2年，隨我窮下。來去南莊收租，這個收取那個租金，阿廖就講員外，去一叫單位轉來，阿嬌就講，那係個叫衫褲做得太多一些啦，員外就講去一個美麗南莊，來去一窮太有事我有半10日嘅期間，阿廖講安尼，我哋我等來去準備，阿嬌就講員外，佢嘅東西一切都準備好嘅，請上橋。員外就講準備好，我等就做得馬上出發咯。阿嬌就講員外請上橋，一個經過嘅幾下日，員外同2個長工已經來到南莊嘅地方。今年呢，電農嘅收成特別好，電農將租金。數多嘅租金，付嘅租金一交本員外，準備轉歸屋下嘅
如风啊，言外突然讲啊，阿舅阿六，我拄上啊，拄死啊，莫爽快，停下来转拜夜行。阿六啊，叫做讲啊，好，口话停下来，就两下就停下来啊。言外就到书院肚里去行通学事，阿舅就同阿六在个书下聊聊。忽然间，阿六贪图的念头一时就涌到心头，同阿舅讲啊，阿六讲阿舅。给义工讲个一行，有乜嘅秘密？你话我爱将义工这本咯。阿廖就讲国世上的话，国世上嘅事咧，等下本人谈到时，事情就太条way哦。阿叫就讲啊，反正也冇撇啥人。常常啊人爱同诶，另外又走到书院肚里去诶，也冇按脚多进来。阿舅就讲阿刘就讲阿舅，此外人来人外，我人来人外，家到你做长工，已经做为一多年了咯。阿舅就讲啊，算来。顺那里，顺那位啊，已经有30年了。30年呢，有乜嘅感想冇？感想，就去做长工，唔可以出头啊，唔可以出头。天谈阿舅就讲感想就做长工，唔可以出头啊，唔可以出头。做长工唔可以出头。一個30年咧，有乜嘅感想冇？感想就係做工唔可以出頭。因為到愛本人智慧，人才人家，思上思下，阿廖。嘅感想同我內心嘅感覺又係完全相同。阿舅，想唔到我哋還係處面相同，想法一樣，就係安尼講你，有看到嘛？人外今日數租金咩數億吧？比往年高太飽喎，我真想，那係我哋有一賭錢，一世人失蹤200事就唔是社會，失蹤200事就唔是嚟社會，我想啊。那一個那係看到今年嘅數字，比以往高太薄，我真想哦。那係我有嘢賭錢，一世人實質都唔是社會，重複兩句話。阿舅，唔要想看。有想愛結發橫財嘛？叫做講除非將人外嘅保錢投多數來，才有辦法發橫財。呢個哪有咁簡單？將嘅保錢投多數，
头来多数，沿岸殿下多进来，那是发现到魔材，为含人来作我哋两人，无本意大事啊，那是奇怪嘅事哦，阿廖都讲家务安样办嗰好咯，阿廖就讲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唔嘅意思係講乜嘅咯？對人外我事行動多進來嘅時間，用大石頭將伊嘅腦自背扣落去，手有打算啊，手有打算啊，安尼做，人外唔係手無命嘅嚇，安尼唔會踢惡毒嚇。阿廖就講啊，磨土不丈夫，磨土不太丈夫。好，挨來潛睇石頭，挨來潛睇石頭。人外因為失敗都是，去書院都嚟經過嘅論半點鐘能盡啦。阿叫心都嚟行到全身見準。阿廖看到阿叫無膽量，現下那係唔下數。就會是係機會嘅，所以伊想唔出家一等人來做下去。當時伊就拿起了一粒大石頭，撲到人外一時無注意到，就在伊嘅頭上大力敲落去，人外一時本已打昏往到菜地啊，往到菜地見前，討救命，見命哦！阿廖啊，就講阿叫唔驚乜嘅咯，還唔強快幫忙啊！阿叫講愛樣嘅幫忙啊，講到便講3粒方。3粒水跳下去，反正掠下3檔高，也冇人會來，也冇人會知。阿廖，愛上為了大任，人愛平常時節對愛人嘅安好，應該愛在樹頭下挖一個腐地。從人外埋在天內底下，嗰好些啊！安尼嗰好些啊！安尼那真好。阿廖講沒好，有咩可以？第3段，一個當時雖然人外唔前團氣哦。但係本阿叫阿廖兩人兩隻畜生埋到天內行，人外就安尼一命來死，死啊不明不白的所在。人外阿叫就講人外請5年了，我同阿廖係因為做廠工作嘅30年。一出都冇出頭，我等需要也保險，所以將會來將開始請5年了，安尼吧。阿廖同我阿叫講按度做乜嘅咯？反正人我也死去了，講嗰度佢有咩？談唔到，阿叫唔看，
也保全线下变成我哋两个人的嘢哦，也保全唔全合同。更加阿妹都是都基嘅，先前一些东西来18以后涨来本。嘅阿廖讲哦，有样千古磐石，三记得都是都基。叫做讲啊，一山港北落嘅地方，哪会有人买东西咯？阿廖就讲阿廖，唔看，看乜嘅咯？看嘅山腳下嘅貨港，一聽有人買東西，都是醫保嘅以後，等嚟打算。阿廖講來，看這片山腳下，看提示他，看這片一個山腳下，阿廖講啊，阿廖，更加我哋兩個人是有錢人嚟哦，唔打算我將佢到錢，讓佢來用啊！我打算將佢到錢，一部分來還債，一部分愛來開當店。叫做講啊，張超，我哋合本開利沙。你就講啊，以後咱來講啦，來，啉酒，來乾杯啦。一個啉啤酒，兩人啉那個就盡量啉酒，啉啤酒，我差唔多嘅呢，叫出嚟講，哦，我係冇法度嘅呢，阿廖又再講，我再啉啊！來，再啉，咱就再啉嘅後，叫就講啊，我乃唔好嘅，我想要水一下嘅，阿廖就講啊，阿叫，生前有半打就好些嘅，主要係嘛？阿廖就講啊，韓講愛荷塘嘅花，愛將佢到前來開利沙，開始人愛係愛上嘅注意，咁想愛來同佢本也係到前啦，本物嘅啊，愛定理冇廿分，佢唔注意，好上本錢，本嘢嚟睇實頭啦，惡毒嘅阿廖，利用阿叫就追嘅時間。在阿叫頭那方，用同開人外嘅樹台一樣，用石頭將伊嘅頭殼扣落去，阿叫也係一命死亡。一個阿叫死後冇到1點鐘。阿廖也中途發作，本阿叫偷死，原來係阿叫先下手上來害死阿廖，暗中在飯頭度裏表嘅毒藥，
无想到阿廖还系死在阿狗的手中，恶毒贪心的阿廖同阿狗，双双死在神堂上，无人发现。经过3夜，两人的尸体忽然生出来，一群野条飞来食到阿廖同阿狗的肉，条尾也系陆陆续续来死亡。人爱嘅家人感觉到奇怪，让嘅去事主很久无转来，所以派人一来打探，人知道人爱本人可以死在山中。阿廖同阿狗为夺钱财，互相恶毒伤害。阿廖食到阿狗暗中标的毒药，一身有毒。条尾飞来食到阿廖的生虫的肉，所以条尾也系中途来偷死。以上一个故事，阿廖同阿狗，若系无贪财就唔会死；条尾若系无食到一个嘢，阿廖阿狗嘅肉也唔会来死。以上故事讲到嘅大家，希望大家感谢你。以上所讲嘅你文史地理，若系有唔详细嘅素材啊，文中有3-4部分安尼嘅实验化嘅注解，请详细。一个注解呢有注音，有意思嘅表达，安尼哈。同时一个歌曲地理呢，也可以讲得非常的好听。以上希望大家感谢你，大家共下来研究客家白话语文。谢谢大家。希望按知識要中意請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